我们怎么学客家啊？怎么客家话怎么学？好，现在跟各位介绍了5分钟，把你们教会。我就教你们呢，就是说，现在是我们的重点。如果以后想要这个进一步的客家话，5分钟的话，这个会了就会了，只要这一点会了啊。所谓通用口语走，只需将华语，就是我们国语啊，变异声调，这个轻声不变，如了华语1、2、3、4声，进一声为2、3、4、1声，即为通用口语。而华语1、2、3、4声，退一声变成4、1、2、3声，就为海陆话，就这么简单啊。这个你现在听也看不得，以后慢慢知道有这个样子可以，以后就慢慢去看啊。这 PT 也好，这个客语呢，它少了跟哈，只有那个入声字，那个都没有。国语这些都取消，所以国语啊，把这个汉语这个5国音源的通通取消了，通通取消，所以汉语啊，查字典啊，查康熙的，他拼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些东西。哦，那要怎么办？这个教授会告诉你啊，这次透题要背。这个我的宋慧琴，我女儿也是国文系，那个教授啊，这个问了怎么啊，这透题要背。背1个字、2个字、3个字可以，那一背啊，那个所有1/3以上要用背，就背死你了。为什么？你只要知道客家话，学会了，你通通就会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么这样呢，哈，这个我现在再讲一个，你们来听一听，就讲过去教学的经验完全不用客家。只5分钟就学会此方法，而自行精进。更有甚者，有闽南籍的小学生郑思荣经5分钟学之后，历经3个月的自我精进，就能在国际会议上用通用口语表演这个背诵次数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在勤勉，在自律自善，直至而后有丁丁而后有精进而后他就能够这样背，而且在国际会议上就是这样背。我这个前20几年以前，还比现在年轻一点这是大陆的一个围炉屋到那边去呢我这有个太太呢，现在我们呢都是80快90的人了，所以比那个时候老的前好多年就写完了书，这里面有客家话，有4线的录音，有海陆的录音，有国语的录音有通用客语的录音。那个4线录音，吴美生老师讲，他录的，还有呢，里面呢有讲英文所以说这本书里面你一下可以学好的都有录音可以那个，已经好在下面。好，这么简单，现在大家要看的很简单的这个华文我们这国语的爸爸早妈妈早那么的通用口语呢，就这个爸爸照、妈妈照、大家照就是差异音，你看这里嘛，这里是爸是吧？爸这就是爸的退一声，再进一声，4声变1声的爸轻声不变，爸爸照就是照，爸爸照、妈妈照、大家照那么呢，海陆呢是再往前一声那么呢，英文呢Good morning Dad,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everybody 这个我讲的英文不太好听，吴老师，你要英文呢，他讲的英文就不一样。那英文你讲的。Good morning, Dad.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所以说，你从这里面呢，连英文也可以学到
啊，小朋友，你要不要学英文？学英文的这里面的可以。所以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在在这下面，我的部落格将来也会发表三民主义孙文珠，三是这边三那民是变成民，主是变成主。义是变成一，三民主义就是客家话，三民主义就是国语，这样的简单不简单？说你会讲国语，就会讲客家话，这客家话就不会亡了。客家话它一直会保存下去，因为呢，现在的国语，这种的语言呢，已是变成世界的语言，所以说这个不会变，连美国人也在学中文，因为有需要那么这个呢，英文那个呢，英文呢，Three People's Principle is written by Dr. Sun Yat-sen 那么这个是我念的，我当年呢学的英文老师呢，讲法不太一样但是呢，吴老师我觉得吴老师的比较好，他比较简单。当时我们讲 Three Principle or Principle for Something China 这个 by Sun Yat-sen。那个当时我们的老师，那个yan 那个不是不是孙一线，是yan线，是广东话，广东的叫做yan，孙一线所以呢，老师这个吴老师你念，我说你念的很好听。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s written by Dr. Sun Yat-sen。就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给他鼓鼓掌。那么现在这本书里面呢，可以的，在下面一章，风调雨顺怎么讲？你现在讲风怎么讲？风是一声，客家话怎么讲？风。那个调第二声的客家话怎么讲？调。那个雨三声客家话怎么讲？雨。变成玉。玉顺四声客家话怎么讲？顺，风调雨顺就是客家话，简单不简单？好，那么现在，你贵姓什么名字？黄淑慧。黄淑慧，黄淑慧客家话怎么讲？黄淑慧。对，就是差不多就是往后退。黄淑是属。会是灰那么现在都不熟，当然你不是神仙，要自己练，怎么练？一天练2-3句，10天20-30句，你一个礼拜所有的客家话你都会讲，就是你会讲国语就会讲这种客家的通用口语，客家口语你讲出来了以后，所有的腔调的人你跟我不一样嘛。那四线跟海陆也不一样那个海陆跟那个什么韶安话也不一样哪一个跟哪个一样？通通不一样。他们以什么为标准？以客家的国语为标准嘛。那么国语以什么为标准？你不能用上海话为标准你要用国语的标准，国语为标准。现在教你的就是客家的标准客家那么呢，就是说，四线的人听得懂，海陆的人听得懂，闽南人听得懂，原住民听得懂，大陆14亿人口全部听得懂，这种的语言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呢在那个前阵的这个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中央银行的总裁叫谢生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就是讲的就是通用客语，他怎么讲呢？讲完了以后，陈水扁就在，你为什么不讲国语？他讲那个客家话，你要不讲国语那陈水扁不是那个谢生忠讲，我讲的就是国语他说我听不懂你听不懂你慢慢听你就听懂了，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会？我现在讲的，他刚才那个讲的是客家话还是国语？
你觉得？国语，啊，那个是客家话啊，这样才世界听到。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我看闽南的朋友真的，他客家也快要亡了，闽南话呢也要快亡，客家话30年后会消亡哈。这个闽南话在20-30年呢也一样的。现在闽南话在台湾里面，以前是100%，现在也是只剩了50%以下。客家现在多了，以前有85%，在30年以前家庭里面，现在只有6%，90%是已经是回去了啊。譬如说小朋友将来你的下一代还会讲客家话吗？他的已经不会讲，现在你们都不会讲，那下一代就很难会讲客家话，客家话自然消灭，不要再跟，不可能。啊，那么人呢？好，这老了啊，90岁的、100岁的，你说我还万寿无疆，不要再吹牛，世界没有这回事，该走的就是走，该没有就是没有，真的该有的还是有这样哈。所以现在有信心啊，你们的现在学会了没有？啊，学会，就是不是现在会讲，看那个小朋友刚刚学会也是跟你们一样啊，这样的，后来一通了以后。几个人他可以背4书，而且很小，小学生就可以背4书，而在国际会议上背了，大家都觉得刮目相看。客家话也好，国语也好哈，我们慢慢讲姑内有兴趣的啊，那个什么趣谈的姑内，如果谈理论的，你念12年，我有个朋友他到了念了博士，念了在美国。他也是在美国 ATCC 那个单位里面，啊，这个一级主管，只有台湾一个东方，全部都是美国。